係咯，除咗呢個 donation 之外咧，有好多咧人咧就 send 好多 message 出嚟咧，就係舊年啦，滿城風雨啦，講到就係關於咧嗰個 capital gain 嗰個 inclusion rate 啦，就係咧由正常嚟講咧，全部嘅資產增值咧都係咧當一半，然後先當係你嘅稅務收入咁樣去計稅率啦。咁但係舊年咧，其實大概喺6月25號嘅時候咧就改咗喎。就係咧，如果超過25萬嘅資產增值嘅收入嘅話咧，25萬以上嗰啲部分啦，計66.67% 嘅呢個部分咧，當係稅務收入，然後我嚟打稅喎咁樣。好多人就 send 啲 message 話俾我聽，哎呀，延咗啦，延後咗啦。咁或者 Raymond 你講多少少？咁其實就係話喺一個1月30號嗰陣時咧，就財務部就公布咗將呢一個嘅實施咧，就由6月25號。就延到去2026年嘅1月1號嘅。咁其實咧就係咁，當然啦，已經傳晒出去啦。咁只不過我哋就其實講翻個時序，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？咁咧其實一般嚟講咧，稅局係會去實行政府嘅政策嘅，即使嗰個法案仲未通過喺國會度通過，未三讀通過，因為基本上咧都會通過嘅，因為我哋個制度係一個政府係大多數嘅政府嚟㗎嘛，咁所以國會係佔大多數咧，通常都係會過嘅。咁但係今年就會有啲唔同啦，因為就係自由黨我哋嘅總理就杜魯多就去辭職啦，咁辭職就休會啦，咁變咗成件事就變咗一個法案唔可以喺稅季之前去通過啦。咁好多時點解就會話個清單要喺2月中先至搞掂咧，就係因為等呢啲事情通過咗，我哋先至會 update 翻啲嘢嘅。咁而家呢一刻唔通過咧，同埋同一個時間就會話保守黨嗰邊嘅黨領博勵治咧就會話，即使佢上台嘅話，就會係推翻呢樣嘢啦。即係反對。係啦，反對黨冇錯。咁同埋另外嘅話，有機會就係當個國會開會嘅時候咧，亦都會有不信任動議而令到呢個政府倒台啦，咁種種嘅原因之後咧，咁就變咗有個 question mark 啦。究竟係唔係繼續去咁做咧？咁而同一時間喺1月中嘅時候咧，有2單案件咧係告緊政府同埋 CRA 嘅，就係話點解反對黨又好個國會有咁嘅情況嘅話，都仍然繼續去實行呢一樣嘢，而未有三讀通過。咁所以咧就會變咗到最後1月30號，佢哋就決定就延遲啦，去到2026年嘅1月1號。